有一個經常刷屏嘅朋友話我知啊，監控佢唔怕，全屋智能佢先怕。佢話唔係因為難入，係因為入咗之後成間屋都做晒證人，幾點離開有記錄，去過邊間房，燈光幾時着幾時熄，全部都有記錄。佢話一般個屋你做過乜嘢係你同四面牆先會知道嘅，裝咗全屋智能嘅屋係你同系統都知道，系統唔會講大話，唔會忘記，唔會俾人收買。我有個客，佢成日話屋企嘅嘢覺得位置唔啱，但係又唔肯定係咪自己多心，唔敢話俾人知，怕俾人話神經病。我叫佢打開嘅 APP 睇門鎖嘅記錄，有幾個時間段佢本人喺公司，但屋企開門係有記錄嘅，唔係 APP 問題，係真係有人。以前以為智能家居係方便生活嘅工具，其實佢仲有另外一個身份，係成間屋最佳嘅證人，唔會幫你講大話，佢會幫你記住每一件事，成間屋都係眼睛，仲係有記憶嗰種。你屋企而家有冇呢種記錄功能？打一係有，打二冇，我話你知仲可以點樣加。